对待人实在是伤过有度了。参照四平贵迄个武来案，伊也敢喜人着三姨妹，二兄搁来拍伤着李昌，你竟然也敢叫伊替伊来伫咧讲情嘛？哼！我实在是想袂晓，你到底是有圣地还是无圣地？贤弟，要来讲我是无圣地，我只是就事论事啊。哦，要若安尼讲起来，这单代志就明咧怪四平贵，无对。啊，那是咧怪什么人？李昌，这根本就无可能啊！贤弟，我会来放四平贵，这完全是要替李昌留一个面子啊！我若是无安尼做，三万一定会替四平贵洗刷这个冤情，一定会讲李昌来欺人，所以四平贵才会出手打抱不平这件代志。大哥，啊，你哪会知影这个代志？只要我察言观色，随是随非，自然一目了然。兄牙为父。拜见大夫。先生，原理原理。王后，你在？你赶紧到后堂去请出夫人以及3位小姐来。啊是。大夫，看你今日这么真欢喜，是有甚物喜事咧？无毋对。现在有一件喜事降临咱王家，不但是平常的喜事，而且是天大的喜事临门呐！这件喜事不但会当个光耀咱王家的文威，而且可以传为千古的佳话啊！拜见大表。惊赛唔免。拜见大亲。礼仪，免礼免礼免礼。上爷，阿爸你今仔日叫阮母囝出来，是有甚物要紧的代志是？夫人啊，三里宝川伊的终身大事已经有了下落咯。上爷，要无你是将宝川许配互甚物人是？嘿，夫人，三里伊的终身大事，若无伊本人的同意，老夫要哪会讲随便将伊甲嫁出门去呢？宝川，皇上就是听说你将请太医归中，伊便就降下圣旨，赐你半副銮驾，以及一品官报，也有一粒的彩球，要互你封后监条温婉动的故事去抛球招亲。宝川，以往为夫凡是提起招亲的代志，你便就提衫做事。这一摆
大概你再也唔敢拒绝啦吼。爹，既有成子，女儿若有天大的胆量，嘛唔敢违逆。强义岳父，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！这真该是天阴好动。爹，我甲大姊只是将媒妁之言就成婚啊，即摆话阮三妹阁遐尔啊风光，安尼敢袂伤过偏心？川啊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什么代志都遮尔敖计较，互你家在这是拢无外人伫的，伊若无，毋着搁互人踢笑啊！阿爹，采老救亲，全凭天意，所以女儿的终身大事，也是全凭彩球落下为定。接球的人，不管为父为民，为官为民，一旦抛中，就不能更改。唔知爹亲意思如何？这当然，你想为父敢会含这样捌心？为父乃朝廷当堂的宰相，你也太看小为父了。女儿唔敢。魏元帅，在我府就命你去监督工部的官员高大采劳，一定限在2月初1的进程完工，不得违误。是。地咧无用咧啰嗦啥？妈呀，大爷，我已经规工拢无食物件，你嘛做一个好心嘞，淡薄仔来分的啦。我分这，臭气吃，什么啊咧？好心的啦，去咯！拜托。臭香的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啦？你来问者，你何必提前你？哦，你要爱知啊？好咧，甲你讲啦，王丞相吼，王子啊，现在这个所在咧去采楼啊，2月初1迎接第35囝，咧抛手球招亲，安尼你听有？我听着是。甲恁这个工人，我就知啊。哦，你小来因做工哦，你看，遮多人咧做啊，已经无啊啦，无欠人啊，恁答，好。
去打吧你。好，在。你爱。小姐，你有受惊无？小等下。上公，并将将你收留点在本市，哪会是并将一片的好意？想袂到你点在资源时，也敢甲人冤家惹是非，又搁再将着迄个李公主来打成重伤。是，你听我辩解。你唔免辩解，并将是出家人。清清是真管事，我无爱来惹是非。事上讲，只要有一寡的铜钱，你收起来，另外有找到一个安心的所在。多谢，这段日子受你的收留，你这样子，我就会甲你收的。幸福，故事。你就叫我去买菜瓜饼啊，菜瓜饼啊，风吹落就倒落，你也看嘛，啊，淡仔身躯安尼甲咱搞咧。啊，我哪会知？我就贪着讲迄菜瓜边仔较近，哪会知伊会倒落去？老大个，你看我嘛是共款，规身躯淡薄薄。啊，我寒着啊！这两个大兄，真有鬼，而且是行找好。好啊，一个伙咧啊，咱做客食人哦，放地物件，来来惊破病，破病我照顾。是啥讲啊？听你拄则甲我讲迄个过年吼，讲你的生爸叫做杜忠是？这
是阮阿娘留落我做纪念。老大个，你若看四相公即款的人品吼，毋管讲的是去共错茶也好啦，你若是讲去因做工啦，实在拢足可惜的。是相公啊，啊你对你家己的生活以后有啥物打算无？我这样阵无啥物打算。啊无安尼啦，阮兄弟啊吼是住伫迄个武家坡的迄个汉窑内底啦。啊你若无烧气汉，无你来甲阮住迄个汉窑内。啊阮兄弟啊本的饭啦菜咱公家食，咱来做一个好朋友。啊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你想啥款？这哪用去交了呢？你听我话讲好了，是讲讲你是有读书，阁有学功夫的人咧，以后一定会出头，会出头咧。啊，你要出头吼，阮兄弟啊嘛饭你的福气，互你体验一下咧。对，这上好的办法是讲四相公啊，你若无讨厌讲阮两个是臭去食啊吼，啊你就甲阮结拜做兄弟，你想安怎？小姐，孙啊，你找有迄个相公无？无啦，迄个主任老师伫咧讲迄个四相公哦，人早就搬走啊呢。小姐，你敢真正要将迄个绣球抛予迄个人哦？若无，我哪着命你去找伊。我想吼，迄个四相公绝对袂遐尼紧，就离开这个长安。规定吼，即摆离2月初2，还阁有足长的时间嘛。我对明仔载开始，我就来去找，逐工都找，我相信有一天一定我找到的。但愿上苍比伊，定如我所愿。老师，我都搬啊！哎呦，我最大老师啊！老师啊，紧，我都搬。我最大好水哇！乖啊，你来啉一个烧滚水的。如果啊，我看要是去请一个先生来甲伊看病，这啊。如果我知影，自从大哥破病了后，你家己一个人拢出去用本就无够阮两个吃。那身躯还阁有钱通去请先生呢？
就是安尼。要无，我甲你来去分。去这嘛有3年的好运，应该好歹爱照轮啊，爱照轮。师兄公，我来是你啊！